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30，诗篇70篇40安尼讲：愿追求你的人，拢因为你欢喜快乐；愿羡慕你拯救的人，时常讲，着尊上帝最大。三个来祈祷，互阮因为你欢喜快乐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主啊！你是人民疼痛的天父，主啊！你是阮的产业，甲阮杯中的份业，阮所应得的，你甲阮固守，主啊！你将真水的福分分予阮，阮所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，主啊！阮要常常敬奉你伫阮的面前，因为你伫阮的正边，阮就无忧纸。主啊！世上无别个通甲你相比，因为阮的福分在伫你，阮的活命也在伫你。主啊！愿追求你的人，拢因为你欢喜快乐；愿羡慕你拯救的人，时常讲，着尊上帝你最大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